记得父母恩重，佛说父母恩重，父母恩的那个经典，这么背，你讲背互我听，我就暂时讲我要用最主要的母亲节甲咱的每机会班的学员做为练习。当然第一就是怀胎守护恩，一个妈妈爱怀胎守护唔只讲咱有看到一个结果，伊讲一个囡仔即摆囡仔做甲妈妈顶嘴，所以你会不会跟妈妈顶嘴？有时候会，你看这么久就会。好，那个爸爸就改咧，就是伊这样讲好，你每天都带一个球就是回家上课去不用带球，回来就开始带一个球，就放在你的肚子里面。肚子上面吃饭衣住行都带一个球，回去你把那个足球放在你的这里，就是感受一下妈妈怀你的那种感觉，怀胎的感觉。好，怀胎10月，见妈妈爱把这个胎儿修好好生水，袂使啉茶，袂使啉咖啡，袂使吃冰这样。各位学姐很辛苦的。第二遗产受苦恩，这生意就是艰苦的，谁说注意天天，咱老生几囝，生囝会艰苦的，那有法生我这大汉昨天，真正就艰苦，真互我弟弟要生我讲生就来年轻，生到3子挂忧恩。我现在生囝的时阵，我来伊讲，生了我天啊，我绝对一生了不爱就生啊，结果有人连续生5、6胎了，伊先讲安尼生。你12胎来讲，你有生出来啊？那就是讲第一次啦。那么厌苦楚甘恩，这厌苦楚甘为什么乌鸦会发福？因为乌鸦刚开始在饲囝的时阵呢，伊去夹物件来互伊的囝食，囝食了的时阵呢，其实伊已经无人食，伊嘛是安尼。都欢喜的，只要囝饱，娘类就饱咱这阵饲囝嘛共款囝先食为虾米人讲妈妈永远都爱食鱼头？咱即摆食过新嘛咱袂食鱼头啊。那以前讲爸爸妈妈上爱食鱼头，毋是伊上爱食鱼头，各位姐姐是鱼肉互囝食。那么咱今嘛共款，这种方法。我阿叔咧，若要食，我就爱想伊咧食番茄炒小黄瓜跟炒腰果，拢爱想讲对子孙爱食啥呢？开始煮，子因爱食，毋是煮我爱食，你看谢谢。那么这个是做一个妈妈，做一个婆婆的心情。那么第5回甘救世恩，我若无开始这个，我拢唔知这回甘救世恩是啥物，但是回想起来，因为我以前嘛是捌。有过囝，就是讲囡仔带去即阵的较袂啊，这囡仔若带去的时阵迄药妆若重变成了重伊甲囡仔做去搭的所在，那妈妈呢，有一个要饲囝要饲囝，嘛是在倒咧重的，甲饲呢，这个是回甘救世恩，母祖养育恩，这咱都较知影是父母亲恩，还是讲囡仔家己生囝会使。会使真正人讲皮干不够放，安怎放爱吃爱洗那么也显意念恩，就是像人后生去做兵啦，还是像阮这生狗囝的人来去食烤肉啊，我们都会怀念他，就是欢乐，那么增加子虚恩，拢是就会体会咱今日无。妈妈是无好了解，食无好了解，咱的思路伊来，还是讲伊趁无钱，有人讲后摆来趁钱，要回馈我妈妈爸爸的时阵呢，今日若趁无食，这爸爸妈妈敢会家己钱？就像我去早再回这2个囝，看偌济拢爱趁，即摆伊若摕钱当互我的时阵阮这所囝钱拢我10个月，拢来钱去抽钱。妈妈，然后我讲钱去抽钱，人家跟着我一样，怎样起来？就是我讲妈妈，我赚钱对，按照户籍起来用。我讲妈妈不钱呢，我了解，你若有较侪是会当，咱幽默的去买一些好吃的东西。那么这也是讲今日做
祖母的，会讲做妈妈的啦、爸爸的啦、爸母的啦，咱会情绪。你看不下，咱就无可能讲过来给零用钱啊，对不？啊，来这就近连理恩多一点点，我看呢，不难啊，这意思我不知道。就是讲，一个妈妈食100岁哦，食到近100岁啊，佫会烦恼80岁囝，所以应该要相信，爱相信。咱时常会罗汉时间去带伊个快乐的时代去办，那来是真。那么，我方常常讲，今天的妈妈92岁，年纪有大个，就是罗传奇，啊，以前有大个的时阵哦，伊讲哦，伊拢会记，阮去家己放起个时阵呢，咱罗汉时拢会买茶，哦，买奶茶。讲罗汉时啊，这奶茶都今天开有这奶茶，伊讲无哦，这个有96岁哦，那个高水的啉的啦，就是妈妈。啊，即摆伊讲哦，伊也认真哩，阮妈妈讲，我啉10包落啊，出来摕倒去啉，90大岁啊，搁咧烦恼迄个囝吼，67岁啊，创各位姐姐，这也是就近年里间，咱烦恼咱的祖母是干3、4岁等，基本上袂谁烦恼。所以呢，你要讲这怀胎十月份就是对家来的，那么有啥物母亲生为啥嘛是对家来，吼，这是话。都给大家建议。那么伫遮也是讲，父母对子女的心情，然后忍受不如接受，没有完美的父母，也没有完美的子女。不管是爸爸妈妈不够完toàn，不够完美，子女爱接受。那么咱子女不够完美，咱做父母的人嘛爱接受。而且咱爱去了解着咱的囝，体贴着咱的父母。做囝人爱去了父母，那么咱做父母人爱去了解咱的囝。为什咱的囝有这个行为，有这个动作，有这个想法，咱爱去来了解，爱去来了解。是就互我这个查某囝就今日来这个，哎，我起来，我就是以做为例。近代毕业，去咧40岁老师啊，岁数啊，迄个拢去咧40啊，规日来查上来，妈妈。我咧做空姐，我已经考了航空公司，前面都刚刚是从今晚考了航空公司。公司创啥？你找人家老师负责咧做空姐，我怕会生气，因为我怕无了解。那么当伊开始去做的时阵呢，会咱会觉得，但是伫伊的心情内底，会咱世界各国去听看嘛，增广他的见闻，这是伊所要爱的物件。所以咱做父母人爱去了解，但是伊嘛爱体贴着父母，所以若要出门后就是抓13，甲你13天后先来做，伊拢是抓处理吼，较袂妈妈我要出门啊，差不多10点回来，啊几点的飞机会飞转来到厝，差不多伊坐飞机转来到伊公司，互我电话就到，互我电话追踪电话就到，那么咱甲伊安全转来到厝，咱甲伊后续，这也是讲。爱了解囡仔，那么囡仔爱体贴着咱的父母，爱要得法同理心，与孩子合作，请麻烦不能罢休。那这呢？